耶稣相比，世间人无人通及耶稣相比，世间人无人通及耶稣相比，世间人无人通及耶稣相比，世间人。第七节来军队主。军队主，来军队主，来军队主，世间人无人通及耶稣相比，来军队主，来军队主，来军队主。世间人无人通及耶稣相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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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间人无人通及耶稣相比。好，接落来，请大家献到圣诗的第573首。573首，我的信心若无定，这首大家应该真熟啊，咱唱第1节就好啊。好，咱回头来唱。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手，世事魔鬼的尾呀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听我呼吸。伊要牵我手。好，再来是圣诗的第444首，是咱的月圣诗，咱嘛唱第1节就好啊。好，咱为第1节来唱哦。主你调变河定清楚，定专注心听你，照你的话来我内心，明白你最万主主在，到日起顾我心，为的我都失败。好，请大家准备心，准备礼拜。
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请大家献开信诗444首，主，你的定名何等清楚。主，你的定名何等清楚，永远即前听你，照你的话来换来信，明白你做万有的主宰，逐日去具换心。请大家起立用全首。请坐，请大家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咧旧部第7面，旧部第7面主祷文，愿伫天父爸，愿名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是啥？按下行广告。请大家来刻印信息后壁面，摕刻印文第30篇。刻印文第30篇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上主来。伊袂互你跋倒，以色列保护者袂拄民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
你是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咱来唱诗歌颂上帝，信诗第262首，来敬拜主。来敬拜主，来敬拜主。世间无人通甲耶稣相比。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。世间人永无通甲耶稣相比。咱来唱第1集、第3集、第5集、甲第7集，请起立。请坐。
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永活的上帝，天地的主，万物的好事，感谢你看顾阮。伫咧130年进前，你来到遮，去做即个家，互阮伫遮通好聚会，来敬拜你，来学乐你。主啊，阮阁有足侪活动，毋望主你保守阮，互阮有力量，会当做好所有的代志。主啊，咱教会有足侪人身体有欠缺，毋望主保守阮，保守遮个有欠缺的人，伊的身躯会当勇行，伊的心灵会当得到毋忘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咱来看一段上帝话，记载伫咧米迦书第6章。米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伫咧台语汉语本1028面。旧约米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。打着听耶和华所讲的，起来，你就伫即个山，的面前辩论，互即个山岭听见你的声。即个山甲地坚固的根基啊，就听耶和华争辩的话。因为耶和华要甲伊的百姓争辩，阁要甲以色列排争你。我的百姓啊，我捌对你做甚物？我有甚物互你为难？你通对我指出。我捌带你出埃及地，救赎你脱离做奴才的厝，找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。伫你的面前，我的百姓啊，你就记入摩押王巴力所计谋的，甲别尔的囝巴兰应伊的话，对实庭到结假的事，互恁知耶和华所行的公义。我求问耶和华，跪拜至高的上帝。用啥物？得用啥物啊？得用烧祭，还是满年的羊仔
来救近伊啊！耶和华欢喜千千食的公羊吗？也是万万条溪的油吗？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？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？人啊，伊捌即是你，什么是好？耶和华爱你什么？多多爱你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以上，请信歌队来学乐赞美。伊要唱的诗歌，我伫遮。请静合心来
进度，伊的题目是是毋是去看甲囝真水？多谢今日的书会，伊的台语实在是真水，我毋知影讲伊会晓讲遐尼水的台语。我嘛真享受诗班的诗歌的献诗吼。歹势，我毋是调国语也用一个华语的声语，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华语思考的人，所以我袂晓用台语的声语。但是伫我咧查经的时，确实即句话就出现伫我的头壳内底。所以我一直想无讲用啥物台语会当改变，所以只好用即个台语。我嘛是袂晓讲即句话，我调工去学的。书生切阔，无主生说。咱教会130周年庆，干部师的就任典礼，拄啊过去无偌久。我真感受到讲牧师。传道中集，阁真侪兄弟姊妹真共心的投入逐项的服侍，互即届的服侍甲礼典充满着上帝荣耀甲喜乐。我真印象真深，是我伫楼骹伫招待的时，我看到到一半的时，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拢起来，为地下室、为副堂起来，大家拢排队，拢要入来即个礼拜堂，为着啥物？为着要誓约，伫上帝面前甲牧师誓约。迄阵我看感觉真感动，因为有真侪人抑阁无法度入去，像阮都无法度入去，所以阮就用看直播的吼。然后顶礼拜我伫唱130周年庆的迄个真水好听的诗歌时，我自然就会想起迄天的情景。检菜嘛有个人咧唱即个诗歌的时。兄弟姊妹会想起长辈，搁较早期因伫即个教会服侍，也是讲恁看迄个相片，都会浮现伫咱的目睭前。这是咱共同的记忆。那安尼，我要搁请教恁一寡私人的记忆。恁敢也会记即个？你甲你的翁婿，还是你的某，咧谈恋爱的时，常常约会地点吗？我停起来，就是要真正叫恁想哦，检菜想袂起来哦，等下互相问一下，或者是伊第一届甲恁告别，告白是伫什物款的地点？求婚，还是互相私底下誓约定终身？迄是什物款的迄是倒一个地点？自会了会当问看卖，但是毋好为咱代志冤家。好，我想如果咱若是会记咧共一个地点，那两个人有一天搁转去较遐的时，咱会有啥物感受？我想伫遐应该充满真济的回忆，敢毋是？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你带领文山教会经过130周年，主要有真侪回忆伫阮的心中，也有真侪好的模样长辈继续伫遮咧服侍。愿求你的圣神即时甲阮同在，主啊，互阮用心灵甲真实来到你的面前，甲你相见面。求你的话语借着圣神的帮助，搁一解，互阮的心内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。得到听别人的力量。愿安尼祈祷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拍开你手边的圣经，因为咱今日要照着即个圣经节来思考即段经文。咱可能拢对弥迦书伫旧约弥迦书第6章的第8节非常的熟着吗？这嘛是我真介意的经文，咱今日要看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有真侪解经家因为第1节到第2节，伊用争辩即个用词，
所以伊甲即段经文呢，当作是法庭上的辩论，甲即个山比喻做法庭上的见证人。但是，当我搁一摆读即个经文的时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对我用无共款的角度来读今仔日即段经文。米迦原文的意思是：有啥物人亲像耶和华？就像咱拄则咧学落的，有啥物人亲像主耶稣基督咧？即个意思就是讲，有倒一位神是像你共款的。米迦即个名就代表对上帝无法度形容的学落，也是规管米迦书的信息。一开始，上帝呼叫以色列人来听上帝的话，是伫山头顶。是甲上帝来对话，或者是我讲是对质，因为遮讲的争辩有一来一往的意思，所以毋是权威的命令，是徛伫平等的立场，听对方讲啥，然后讲出家己心内的想法。所以上帝邀请以色列人伫不变的天地中间进行平等的对话。甲激烈的沟通，伊讲：我的百姓啊，我捌对你做啥物？我有啥物通互你为难？你通对我指出。即款的对话，若伫翁仔某中间，你就会知影关系真紧张，对无？一定是出现真大的破嘴。但是即段的顶下文有指出，上帝对以色列人先知指责因以色列的首领、官长分恶善爱歹，行事不公、屈枉政治的人，又搁对着百姓因拜偶像、埋怨上帝无忍耐。上帝对着这以色列人的做法是啥物？伊主动邀请来对话，上帝主动放下家己来甲咱对话，咱敢会当想看觅？安尼表示谁较注重即个关系？是上帝。谁较紧张彼此的关系发生变化？是上帝。是上帝比咱重视伊。搁较重视咱，所以伊邀请以色列人，伊注重的毋是律法，毋是咱有守律法无，乃是咱甲伊的关系。伊无爱咱是一种委屈甲惊吓的顺服，伊爱咱是一个甲上帝最同伴迄款的关系中间所建立的理解、接纳、聆听。如果若毋是即款关系，咱就会错解、误会上帝伫圣经内底的教示。那安尼，就是无效的对话。若是伫网络的用语，就是讲已经歪路了。因为若无彼此接纳甲理解的对话，你就听袂进去。如果若是安尼，咱先了解即个立场了后，咱搁来看上帝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对话咧？伊讲啥物？这个话佫代表什么意义？伫第6章开始，伊的地点是伫倒？伫个山顶，对无？山对以色列人有啥物意义？阿拉拉山是大雨了后拿阿的船停靠的山，伯特利山是雅各拄着上帝的所在，西奈山是上帝颁十诫互摩西的所在，加密山咧，伊是以利亚拍败巴力先知的所在，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也就是所罗门王起造圣殿，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。伫小小的以色列的土地，这个山代表什么意义？这个山是毋是代表因以色列人得到拯救的所在？是上帝甲以色列人誓约的所在？是因呼求就得胜
得拯救的所在，敢毋是？嘛是因甲伊相拄经历上帝同在的所在。上帝甲即群人带去到山顶，伫山顶中间来甲因对峙。上帝安尼做，我感受到敢若一对翁仔某共款。当伊的丈夫甲伊的某带去甲因过去约会还是誓约的地点时，即个某有啥物感受？转去到遐的时，还袂讲，可能过去真济的回忆拢倒转来啊吧。因会想起讲，哦，这是咱头一摆伫遮约会的所在。哦，迄暗，咱讲笑讲到尾啊，冤家起来。迄就是讲，就是迄摆，你伫遮甲我讲，咱伫遮有约定。当咱来去到遐的时，咱的心就开去啊，咱的耳孔嘛开去啊，是带着真足听。即个真足听，是因为咱互相有过去经历的记忆。山见证着上帝甲以色列人彼此的誓约，山嘛有上帝甲以色列群体共同经历的过去。即是上帝讲，你听我讲，你到底有啥物不满？你尽量指明。那安尼，我要请教恁，伫个旧约啊，阁有一个人甲上帝对峙。伊要甲上帝对峙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约伯。我就知影一定有人会当回答。我伫遮若问问题，拢袂惊会冷场，因为咱的兄弟姊妹确实对圣经真熟。是约伯嘛，要甲上帝出面甲伊对峙，但是上帝安怎甲讲？上帝敢有回答伊的问题？无呢。上帝用大自然伟大的创造来甲伊回答，意思是啥？我用创造者的角度对被造者的角度来回答你，互约伯降服了上帝的面前。如果若是安尼，咱来比较一下，我感觉上帝对约伯较像霸道总裁。就是无平等嘛，是吗？但是若安尼，咱搁换过头来想，上帝伫即段话中间，甲以色列人所显出的是啥物款的关系？上帝线落用几个事件甲地点，要叫起以色列人，真像是一个老翁老某，或者是老朋友的对话。伊讲，譬如讲，你敢袂记咱迄摆去动物园吗？也是讲，你会记得迄个晨曦茶坊无？因敢若讲一个头，所有的代志甲记忆，就敢若寒巴掌共款，全部拢浮现伫咱的目睭前。这就是因了解因彼此所了解的，但是咱无了解，所以咱要大声了解因所了解的，才会当了解经文的意思。所以咱要看第4节，伊讲着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对以色列的历史是啥？是做努力、做苦工、互压制的时，敢毋是？当因讲甲摩西、阿伦、米利暗伫头前行的时，以色列人马上想到是倒一段的历史，是过红海，伫旷野迄段生活，敢毋是？伫出埃及记第15章。摩西所写的诗歌讲，上帝是战士，阿伦缀伫后壁，米利安就跳舞学罗耶和华。伫旷野的日子，摩西也举着拐啊，带以色列人伫个旷野中行。摩西的拐，就是上帝的手。摩西爱以色列人听从上帝的话，是带着过去共同的苦难。得胜的记忆，上帝对你我嘛是安尼。你敢会记得你捌受关系压制，被罪恶捆绑时，
上帝安怎拯救你？你敢会记你伫人生的旷野，茫茫渺渺，孤单无依，拄着苦难的时，上帝的手安怎带领你吗？当咱听袂记你上帝的话时，是毋是咱袂记你伫苦难中主捌甲咱做伙行过的经历？有时无用，互咱袂记哩到咱甲上帝的誓约。咱甲上帝当作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工具吗？用了，咱就甲收起来藏好。但是，就算咱软弱，咱会袂记住，上帝也无袂记哩伊甲咱的约定。伊主动邀请咱，伫甲伊立约的所在，主用感情甲过去叫醒咱。伊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摩米人啊，你着听，你着会记你甲我有约束。书生切看，有主成说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就是讲，过去不管偌艰难，生甲死有偌困难困苦，我拢已经甲你约定啊。书生切看，有主成说，是出自诗经的一首战争诗。原本就是战士伫咧战乱中，因经历危险、生死，彼此勉励讲，咱爱同生共死。所以，即个诗歌即个诗言，即两句话本来是战士中间互相以生死、性命做契约的亲情同义。但是了后，即两句话刷落，迄两句就接讲：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所以后代拢甲即两句话当作是真水的爱情的誓约，敢毋是？牵你的手，甲你到老。上帝领以色列人伫咧山顶，叫以色列人回忆过去的誓约。主讲，不管过去偌艰苦，未来生死还是艰难，我拢已经甲你有约束。如果咱若对照约伯的回答咧，咱敢会感觉上帝伫遮真降低放落家己，主动用心，互咱看到伊对咱的亲情，敢毋是吗？伊对咱的重视，对咱人生蹒跚行的紧张甲烦恼，拢伫遮表现出来。伊搁一摆提醒咱是捌甲上帝立约的人。不止安尼，上帝搁继续对以色列人讲：你敢会记你摩押王巴力的计谋，甲巴兰所回答伊的话吗？即个历史咱拄好顶礼拜的讲完嘛有讲到对吗？是伫咧民数记第22到24章，巴兰是一个敖用法术的道士。摩押王以尊荣、财富引诱伊，足侪摆要叫巴兰徛伫伊即边，为着伊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巴兰袂堪伫三番两次的引诱，一开始伊讲真正直的话，但是敢若真是好听话尔。因为当伊接受邀请，对着摩押王的使者要去的路上，伊的心内就已经慢慢啊改变啦。所以伊拄着上帝的使者提刀3摆要甲刣，警告伊。后来巴兰毋是敢若讲好听话啊！你若转去看即段经文，你就知影讲，伊出伫行遐，伊用伊的行动，搁一摆回答摩押王讲：巴力就是将伊满厝的金银互我也袂得搬过耶和华的命令，照我家己的心意行好行歹。
耶和华讲啥物，我就讲啥物。上帝的同在是伊的掌权。刷落，上帝佫提起另外一段历史，是伫伊讲伫十定到结甲，十定到结甲发生啥物代志？若干若看安尼，咱哪会知影因中间伫讲啥？其实伊是伫记约书亚记第3章到第4章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代志。上帝互约书亚用约柜带领以色列人，搁一届经历哪像迄个过红海上帝同在的神迹。当因上花到结甲了后，上帝就叫因在立地石头纪念耶和华大能的手。这段圣经伫米迦书伊讲，要互因敬畏上帝。过约旦河是伫死亡中的活路，是无五梦中的五梦。所以这段历史伫讲啥？伊伫讲上帝甲咱同在，伊的手是带领咱未来道路的手，是放伫咱肩胛头，甲咱做伙作战的手，是做伙拍赢摕酒杯的手。上帝保护拯救咱的手，也是大能的圣手，也是摕刀剑行审判的手，要互咱知上帝公义的作为。任何人的权柄袂当大过上帝的权柄。上帝是咱的爸，是咱的翁婿，是咱的战友。上帝搁较是上帝，是袂当轻慢懒散的。上帝的作为是遐尼奇妙，我也捌经历上帝的拯救。这是我的囡仔囝，伊伫5岁时得到一款叫做先天基因不全的疾病，伊的学名叫做高免疫球蛋白1症候群，迄是几百万人1%的罕见疾病。因为伊的症状像约伯共款，所以伫网络顶国外的网络俗称即个病叫做约伯症。因为伊若是上小可咬，就为迄个空喙就掰开，就开始生流脓，然后迄个脓流落来，敢若伊会上，伊会搁去咬，所以伊就搁掰开，搁流，就像约伯共款。如果若无甲处理，伊就一直规头拢是空喙。当然我甲伊照顾，无互伊治到像约伯共款。但是上重要的是即个病长期时无药通医。连换骨切拢无治好的咧，当时对我讲是晴天霹雳，因为迄时阵医学的记录，即款的病人差不多拢活袂过20外岁。当时知影即个病时，我伫网络顶熟悉，知影有一个朋友，伊伫网络顶记录伊的病史，伊甲小伟共款。是伫5岁时发现的。对伊的青春期开始，伊就因为即个病，伊切淡薄仔胃掉，切淡薄仔肝掉，搁切淡薄仔肺掉。当我熟悉伊的时，伊为着伊家己的病，捌小学受到足侪折磨，伊去读医学院。我就敲电话互伊，因为我伫网络顶，伊有足侪国外的资讯，我比阮兜的家庭医师搁较了解阮囝的病，所以我就敲电话互伊。我想讲要去甲伊道谢，嘛要去甲请教讲伊安怎保养家己，伊的爸母安怎照顾伊。当我敲互伊的时，伊讲伊拄得病院，等伊好，咱就会使见面。但是我挂电话了后。第3天，我就对伊的网络顶看到伊妹妹曝光伊死伫病院。即个代志，互我当时阵惊着，因为我对网络顶读的资料，我对医学册看到的资料，对着伊的人生，
显伫我的目睭前。我大哭一礼拜，因为我毋是咧哭伊，我是咧哭阮囡仔的未来会安怎行，而且着死伫我的面头前。迄段时间，我毋知流偌济目屎，生活伫个死亡甲的阴影中间，所以我搁较珍惜甲我的囡仔相斗阵的时间。我过着看起来忧伤，但是搁真喜乐，因为迄个喜乐是我超过伊甲我的囝制作出来的。我要甲喜乐的记忆留伫我的心中。我迄当阵无带伊去伊伫着会，也无特别去找啥物大牧师，无经历方言的祈祷。我单单相信伊伫上帝，所以我真专心全力来照顾伊，也请全家的人甲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。迄当阵，伫个我的囡仔10岁时，上帝就伫个无声无息、平凡的生活中医治伊啊。上帝全然的医治伊。当然，我毋敢相信，因为我当初是甲上帝祈祷讲，上帝你医治伊，我心内其实毋相信上帝会互伊变好。我只是相信讲，我会祈祷，我讲上帝啊，求你医治伊。我心内想讲，上帝你互伊活较久咧，你互伊莫受着病痛的折磨。但是无受到上帝竟然医治伊。当我对病院出来摕到医生的证明的时，我感觉人敢若看到一个清澈、真正常的查甫人，但是真无正常。因为我出来时，我就无法度控制家己，我一面走一面跳，然后手伫遐黑白花，然后喙就一直讲“哈利路亚，主耶稣我赞美你”，就是真无法度控制家己。因为这对我来讲是迄当上水的母亲节的礼物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干那会当用 PPT 来补充，而且做简单的见证，也互我袂伫遮落入去过去的回忆。因为我若安尼，我常常是无法度禁止我的目屎。所以我要见证的是，上帝永远是迄位。上帝是永远是迄位惊神者、基督的上帝。伊伫旧约、伫新约安怎行？伊大量的圣手并无缩小，伊永远会当伫你、伫我的生命中行无共款的神者技术，显出伊的同在。上帝讲，如果你若有劳苦担重的人，会当来上帝遮，上帝要互你伫安息。伫个相片中，伫倒边迄个，就是恁拄则看的，我上细汉的囡仔。伫搁较细张迄个，就是我的三个囝。伊细汉的时，无得到医治的是真瘦，但是自从得到医治了后，嘛是共款食，但是就敢若奔放共款。所以弟甲我拢一直爱甲伊提醒讲，爱减肥，爱减肥，爱运动，爱运动。好，会记得我一开始，比如讲一个翁婿邀请伊的某转去甲因共同细约的所在会议过去嘛？当第1节甲第5节，上帝讲了后，如果你若是以色列人，你会安怎回应呢？伫第6节甲第7节，咱对经文中就会当看见以色列人无指责甲辩论，伊见笑甲无地味，马上要找方法来弥补。伊讲出家己会当献互上帝，敢是献有喙无心的敬拜吗？或者是祭物吗？或者是献上家己上珍贵的来赎罪吗？但是伊知这一切拢毋是上帝要伫的。上帝要伫的是真实的关系，而且是有具体的。伊讲人啊，上帝捌指示你啥物是好，耶和华爱你啥物咧？独爱你行公义，
心存怜悯谦卑，甲你的上帝相合行。耶稣基督已经为咱的罪死，而且国活。咱进入伊的内底，进入耶稣基督内底，咱也甲基督同死同国活。这就是我讲的死生切看，有主成全。咱甲主同生共死，有永远的约束甲约定。死生切看，有主成全的后一句是牵你的手，甲你到老，也就是即句话的重点。上帝要咱甲伊同步同行，一生拢无改变。但是要安怎做，才会当甲主同步同行呢？伊正真明确的指出讲，咱爱行公义，存怜悯谦卑的心。所以你的选择甲行为，就是你伸出来的手。你向啥物人伸手咧？是向上帝，向旧的我，向权势、名利牵手吗？你的选择甲行为，就是你伸出来的手，是毋是对上帝已经伸长长的手在牵手咧？我并无单纯的感觉这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我感觉这真无简单，尤其是咱拢敢若亲像白人共款，像中风的人共款。如果咱若无圣神的力量，咱的手就皮皮拽举袂起来，牵也牵袂牢，软正无力。但是求圣神光照咱，互咱勇敢伫旧我甲世界的引诱中，做痛苦的争拼。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，做出改变，就是咱愿意静静听从、顺服圣神的声，回应上帝出伫听的呼唤，毋是出伫律法。这种为主抵挡争拼的痛苦，是出伫听的力量。牵主的手，甲主到老。伫你的环境中，伫你所经手的事物上，咱是毋是做出公义甲正直的行为甲决定？是毋是伫个不公不义的事顶，咱发挥了咱所会当尽的力？对咱的邻舍，甚至是厝里人，存善良怜悯的心，用谨慎倒空家己，看无家己的态度，甲上帝相合同行。当咱若有影响力，咱肩胛头的责任嘛若大，挑战若大，上帝恩典甲祝福嘛若大。但是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头前的责任嘛若大，这是考验咱灵命的试金石，就敢若你甲撒旦拍一场搁较高级的征战共款，是一个拳头舞的拳头比赛。生活的公义甲怜悯会当伫家庭，对着你的细囝，对着你的翁婿、厝里的人，也会当伫教会、伫办公室，对着你的同事，或者是伫菜市啊，是四界拢会当行出来的。伫咱平凡的处境中，谨慎咱的选择甲行为，咱的选择甲行为，就显出咱啥物人伸手。伫即个世界的引诱伫即个世界的引诱下，咱到底是要牵即个世界的手，
也是要掠安上帝伸出来的手，甲上帝相同行。咱所显出的，是毋是有甲主同死同活，是战友，也是翁仔某的活命？毋离开上帝的手，毋互家己对着世界的拥有陷落伫罪的中间。上帝讲：私生切阔，有主成全，牵你的手，甲你到老。有啥物款的祝福比安尼较好咧？有倒一位上帝，有倒一位生命，用即款坚定无摇动的疼来疼咱的？米迦书最后讲：上帝啊，有啥物人亲像你？当咱徛伫上帝的面前，敢会记咱甲上帝的立约？咱敢会当讲：上帝啊，过去不论啥物款的艰难，你拢带我经过。我用生死甲你做契约，我要牵主的手，对主到老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主必听同阮的主，阮实在袂堪得你用遐尼深、阁无变、坚定的疼来疼阮，因为阮时常袂记得你的恩惠，阮时常袂记得甲你的约束，阮时常甲你的话语放伫后壁。但是主啊，阮知你的疼悠远伫咧，你的忧伤悠远伫咧。阮要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经历你圣神甲你话语的溃烂，互阮会当伫即个生活中真做互你欢喜，真做互你荣耀，甲你同步同行的同伴。主啊，感谢你看会起阮，主啊，也感谢你悠远拣选阮，求你照着你的约祝福我靠你的人，甲伊世世代代的子孙。求你互阮去掉伫你的手，掠掉伫你的手，永远拢无放离。阮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大家掀开信诗573首。我的信心若无定。信诗573首。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手，即使魔鬼直要赢。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疼我到极，伊要牵我手。请大家起立，吟全首。
请坐，这是咱的奉献。请坐。即来报告的大心，请大家掀开旧报的第2面。咱来读即礼拜的经句，咱来读2遍。人啊，你把只是啥物？耶和华爱你啥物？多多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相角行。米迦书6章80。人啊，伊只是你啥物是好？耶和华爱你啥物？多多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相角行。后礼拜圣工分担，领唱是圣歌队，司礼是林总校执事，司琴是张乐嘉，献诗是青年团契，司宪是张景文甲李立甫，招待李立甫、林嘉莹、陈素娥，音控是我本身甲施浩轩。拜三查经祈祷会
题目是活出敬拜的音声，经文是诗篇22篇25节到31节，主理是正人教执事，书会是可观行执事。后礼拜题目是真葡萄树。圣经是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，信息是408首、406首、524首、401首，起因是57篇，主理是毋传道。教会的消息报告，第一项，原本礼拜后要召开特刊小组的会议，伊的开会的时间要改伫咧4月27日暗时8点，伫咧会议室召开，请组员参加。第二项，后礼拜主日中昼12点半要召开种植会，请种植劳部。第三项，主日后有出席的活动，伫咧5月初9上午10点要主办活动，行路到独泉头。11点要做亲子的手模创作，报名到5月初2。第四项，下晡1点到3点，咱的只要真理要补课，是课务师伊要主理欢迎要受洗的兄弟来报名参加。第五项，5月23号要举行野外礼拜，要体验第一代信徒所行的路。礼拜后要请大家到1楼柜台报名。活动请大家看第10面。第六项，本会会友礼拜后会当领一份新的通讯录。第7项，礼拜后请大家会当到柜台找干事领旧年度的奉献证明。第8项，周报的第9面是后个月的上星。第9项，5月初日要召开130周年活动的餐会，邀请周备的甲服侍同工参加。奉献的部分，若有7日，请大家找干事也是会计来。下面请牧师来。真紧的时间，1个月阁过啊吼！咱月底时阵，咱拢会牵迄个生日的人的名单吼。有缘，咱要请5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在场的请起立好无？咱要为唱歌，搁要甲伊祝福，来请起立。咱台语唱一届，英文的唱一届。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
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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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记得哦，这个月若看到遮生日的人吼，名单拢有无？爱甲讲生日快乐，特别伫生日迄天吼，咱用各种的方法，爱互伊知影讲，咱知影伊的生日，要祝伊生日快乐，好无？咱同心来为因祈祷。爸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你予5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伫阮的中间。阮感谢你，伫过去的日子，你引带带领每一位5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你予因伫人生的经历中间，你甲因同在，你甲因立约，予因会当成做你的囝儿，你甲因做伙，享受伊丰盛的恩典。这是阮阁恳求上帝，将你的平安、你的喜乐放伫因的身躯顶，祝福因每一天拢领受对你下来满满的恩典。我嘛要恳求你，看顾因规家的人，互因厝内底的人会当伫即个特别的日子，甲因同欢喜，嘛来学了上帝的名。愿主亲身看顾每一位5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保守因，看顾因。互因每一天拢行伫下主心意的道路顶面，我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哦，即礼拜敢有心来？平安。这是咱来介绍新今仔日甲咱做伙聚会新的朋友，一位陈美霞姊妹，一位是陈美容姊妹，请起立，嘿，您这里请，来请坐。因目前拢是咱主内兄弟姊妹啦因即马是伫咱的锡安教会，锡安教会敢若是伫南港，敢若是伫南港，聚会美雅姊妹住较近伊伫目沙路二段，美容姊妹是伫仁爱路附近的林义街，希望讲以后欢迎恁常常会当来到阮同齐聚会，好欢迎恁。上营184首，上帝听谈那尼啊大。唱线请柯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因专首。
心情地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千辛万苦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我可以的，为保守你高兴的，也是心上每一天，只想只管只大，尊贵营养的我天，无路一命无煞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千辛万苦为保与保守，为保守所可以的，为保守你高兴的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下来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正人之地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